子豪，嘿，这家伙叫我上来不见。干嘛？你看乐队的资金哎，真的？恭喜你啊！没想到我婶婶还是很顾念亲情的，这笔钱我一定要好好利用，千万不能乱花。我看到时候音乐室里面能用的就先用了吧，万一到时候真的不能用，我再看看市场上面有没有二手的，比较便宜。这个不像你沈公子会说的话呀。当然，这笔钱太重要了，我千万不能乱花。好吧，看在你这么有觉悟的份上，奖励你一下，手伸出来。哦。这什么？这是你音乐工作室的钥匙，我跟新房东把房子租回来了。隔音设备还能用，应该能省不少钱。崇拜我吧。Yes！ Yes！ 哎呀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是否还记得曾经望着漆黑的夜空，躺在沙滩上，不知不觉开始幻想成长了以后，才发现一切都不是那样，想一直往前飞，却看不清方向。站在辽阔的海边，望着汹涌的海面，看到年少时许下的那个愿，也许终将有一天，梦想变成了蓝天，停在那里的海岸，等待着我。如果没有跟他们吵架，我会死。怎么了？我得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我可不想欠你人情啊！你不欠我什么人情啊？我不想被别人说我沈子豪是忘恩负义的人。从现在开始，这份合约彻底消失了。那是你自己弄的啊，不关我的事啊。那以后我再也不是你保姆了。哦，你不是我的保姆，从今天开始你是我老板。老板？对啊，蔡老板是你找的，这间房子也是你帮我租的，还有乌眼跟松毛他们也是，反正都是你啦。从今天开始你是我老板。老板啊？那老板的话好不好使啊？好使啊，当然好使啊！合约第一条，沈子豪是林轩的终身员工，所有工作上的事情由林轩来分配，但仅限于工作上，因为以防止你有什么样的歪念，我可是不卖身的啊！少来啦，谁会对你有什么不良企图？合约第二条，沈子豪现在无力帮林轩赚钱，但是等到将来乐队赚了钱之后，沈子豪要拿出固定的份额给林轩分红。至于林轩的房租嘛，就当做是投资吧。
投资1年能翻几番啊？你想翻几番就翻几番啊！翻几个？好啦，那行吧，那你拟合同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合约还没拟完呢。不用啦，谁像你啊，斤斤计较的，相信你啊，拜。喂，不是我。回来了。在看什么？准备一些资料。子豪那边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呢就看他自己了。以后我会把心全放你身上，咱们好好过，喂，老大，他干嘛？这都看不出来，笨，拿给林轩去听啊。哦，哎，错了。林轩，哎，好，你们来了。讲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有急事要出去，赵鑫应聘成功了一家特别好的律师事务所，现在餐厅等我呢。你有什么事赶紧说，赶紧说。没事啊，你要忙你先去吧。不是，没事，你有事你先说呗，赶紧说就行了。那下次说吧，你先去吧，啊，别让赵鑫等太久了。那我先走了，再赶紧说啊。好，那你快回去啊。哦。拜。我们那首歌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我们那录的第一首歌呀。他不是跑出去拿给你听吗？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有急事要出去，赵鑫应聘成功了一家特别好的律师事务所，现在餐厅等我呢。你有什么事赶紧说，赶紧说。没事啊，你要忙你先去吧。我晚点跟你说啊。拜拜。师傅，不好意思，停一下车，我要下车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谢谢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不是要去和赵熙见面的吗？穿越布拉米宫，领略凡尔赛吹来的风，早已忘记这是一个梦。我能看见你给的笑容，
我已沉醉在这一秒钟，时间停住，我不会放手，用心去看最美的风景，在下一个路口寻找你的身影，不再和你擦肩。林轩，你想吃什么随便点啊。我刚找到律师事务所的工作，是一家挺大的公司，我们好好庆祝一下吧。你想吃海鲜共享套餐还是亚洲风味共享套餐？林轩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看看。哎，这个厨师精选套餐也不错啊，里面还有你最爱吃的香烤海鲜，要不就点这个吧。好啊，都行，你定吧。对不起，韦森，我想得很清楚了，我不可以接受这枚戒指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不可以对你不负责任。我刚刚策划好咱俩盛大的婚礼，你救我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对你这么依赖，给你错觉。没关系，一早就能够想到你根本就忘不了他。只要你幸福就好，真的。你永远都不要忘记他，在你身边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，你都拥有一个最忠实的情感垃圾桶。谢谢你，韦森。为了配合碧翠接下来的发展计划，准备跟电视台合作一个跟葡萄酒有关的专题节目。节目里需要一个品酒师来做讲解的工作，我希望你去。我？不行不行不行，上电视我不行的，找别人去吧。这个人选要能懂得红酒，而且对红酒的认知要有一定的水平。你在镜头面前更能够体现出碧翠的朝气跟活力。可是上电视我真的不行。以前我读书的时候，我上个讲台发个言，我都会哆嗦的。不行。一个顶级的品酒师，除了要够专业之外，在其他的各种领域也要能表现出足够的自信。这也太难了吧？很难吗？半年之前，一个叫林轩的女孩子，从一张白纸蜕变成让红酒神童沈一曼都忌惮的品酒师，甚至在业内被人称为奇迹。你觉得有比这个更难的吗？也是哦。那我试试吧。你一定可以做到的。单总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有信心啊？因为你从来没让我失望。
你是？我是方伟森，我想跟你聊一下关于伊曼的事儿。你找我？坐。你知道吗？伊曼已经接受了我的订婚戒指。祝福你。但是刚才他已经把戒指还给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，就因为他心里只有你。从英国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开始，我就爱上他了。直到今天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我一直都在苦苦地追求他。先前是因为陆刚，他使我所有的努力都化为泡影，而现在又出现了一个你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当我看到他因为你的出现欣喜若狂、不知所措，当他拿着你送给他的那只破戒指，在我面前炫耀的像一个孩子一样的样子，我知道他应该是真的爱上你了。让我心爱的人幸福，好像我也就只能做这些。可是你呢？你都做了些什么，赵熙？今天如果沈一曼给我一点点机会，我方伟森都会拼尽全力的去追求她，去争取她。而你是一个懦夫，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男人。我今天必须要把你骂醒，你一点男人的骨气都没有。知道吗？就算他心里还有我，他也不会再接受我。我现在只能带给他痛苦，而且我已经跟林轩在一起了。我伤害过他一次，你还想让我伤害他第二次吗？你是要把你的爱情恩赐给别的人吗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只需要老实的回答我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你到底爱不爱沈一曼？爱不爱？我配不上他，我欺骗了他，我已经没有资格再爱他。没错。根本就没有资格去爱他。伊曼为了你，整天心神不宁；为了你，他丧失了味觉跟嗅觉，他甚至为了你要自杀。你却在这儿告诉我，我没有办法面对他。不敢面对他是吗？嗯？小姐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我是不会把伊曼的终身托付给一个像你这样的懦夫的。
我看扁你。哎，你别笑了，行不行啊？找你来商量，自己还在那笑笑，头皮都发白。比起你上电视，哪一种更麻？上电视是从头麻到脚趾头。你讲的这些我完全了解，但是我们要解决问题之前，我们一定要先找到最关键的原因，那就是你到底怕什么啊？那么多人围着你、围观你，你不怕？他们看的是电视机，又不是你。到时候录影的现场不过就是监制、摄影师、灯光师、收音师，加一加不过就10几个人而已嘛。10几个人还不算多。不是啊，主要单总也说了，我代表的是碧翠的形象。那你说电视上全部都是帅哥美女，对吧？我总不能太那什么了。哦，也是啦。啊，你说的是个人形象吧？对啊。除了练习表达上的语气跟修辞之外，适当的包装自己，确实能够提升自信。找个人帮你嘛。我找了，你说单总够范儿了吧？但是他那么忙，赵熙又刚到律师事务所，他也没办法管我，所以你才想到我啊？帮个忙嘛，拜托了。好了，看你这态度还可以，交给我。真的？你说的？我跟你讲啊，我知道有一间美容院啊，你只要一去报我的名字，绝对打折哎！真的？真的啊？打多少？打到你骨折啊！嘿嘿。我跟你讲啊，这里拥有全市数1数2的造型师啊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请坐。来坐嘛。啊。我就把它交给你了啊，弄2、3个造型来看看，要上电视用的。好啊，那是什么类型的呢？红酒俏佳人。好了，看看。啊。哦。再拿几个那个造型的 sample 给你看一下。哦。很适合。真的？那你为什么见了鬼的表情？不需要调试一下吗？我觉得好像造完型是不太一样哈。我跟你讲，最重要的就是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造型。所以你觉得这适合我？那当然啦，我第一次都给了你了。什么第一次？你别乱说话好不好？我第一次帮你要设计造型嘛，你还不感谢我？啊，这好暴露啊！这不叫暴露，这叫 sexy。不行，这太暴露了，我不会穿的。你要知道，你是品酒师，你穿上这衣服就可以随时注意自己的姿态跟形象哦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说嘛。没什么。我跟你讲，心事跟红酒不一样，珍藏越久越不值钱哦。沈先生，
这里还有一些 sample， 来看一下吧。看看哪一个会比较好。刚刚那个。这个？算了。林轩，你今天真的好漂亮啊！哎，你这件衣服是在哪儿借的呀？你怎么知道我借的？免费的。我看看。不错，是下了点功夫。走路的时候啊，要自然一点，就跟平常一样。不要因为受到了关注呢，你就不自在了。穿2圈试试。哎，赵熙，原来赵律师也有看迷了眼的时候啊。你别傻站着啊，给点意见。好看，真好看。李轩啊，待会儿呢对着镜头说话要不疾不徐，不要太紧张了啊。为什么想到的还是他？会好看吗？明明已经很努力的去忘掉，为什么还是摆脱不了？您看，今天程序是这样的，开始的是这段，对啊，刚在录呢。时间大概一切都挺顺利的。单总和导演都说还行。你呢？你那边怎么样？啊，那就好。好喽，那我们一起努力喽。好吧，那你先去忙吧。哎，拜拜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好。林轩，准备好可以开始了。麻烦你了。你好，林小姐，请坐。谢谢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可以了。我们开始吧。哎，林小姐，今天非常欢迎您。现在我们都知道您是我们红酒界的一个红人物了。在不到1年的时间哦，您能创造出如此大的一个成就，那在今天这样的时间里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您的感受吧。成就并没有什么成就，只是自己很喜欢红酒而已。因为最开始刚接触红酒的时候啊，就会觉得接电话，怎么不接电话呢？应该还在工作室吧。哎，赵熙，在哪里啊？回来了吗？我跟电视台的人还有点事儿在说，可能会晚一点点回来。那我在家等你。好嘞，拜拜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我怎么对赵熙撒谎如此顺畅呢？
走吧，去买点宵夜给豪哥吃，太累了。他干起来活比我杀鱼还拼命。哎，钥匙拿了吗？他在改曲子，别一会儿打扰他。放心吧，门我没关严。走了，走吧。不要脸的狐狸精！在酒吧这种地方，用不着证人。他好像生病了。生病？生病？他好像闻不见味道。我刚开始以为是偶然。有一次，一个同事在办公室擦了香水，他居然什么都没有说。后来我又试探了几次，在他办公室撒了很多香水，他真的闻不到。李玉啊，你这个发现太及时了。沈一曼刚刚收购了碧翠，给单丽一个不小的打击。现在是单丽反攻的时候。我在这里为你卖命工作，你却在这里泡妞。你不是在为我卖命吗？是在为我们。你想想，将来并吞了碧翠、盛美佳，再收购雷诺酒庄，成立我们真正的红酒业的帝国。我若为王，必封你为后。你这是在为你自己卖命，明白吗？那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做？把消息传到碧翠那边去。好的。哎，水果，
老大，老大，你怎么把水果放地上？我没有把水果放地上啊。嗯？有人来过吗？我怎么知道？难不成是田螺姑娘？趁我们不在来送东西了？哎，不用想了，一定是林轩。这么多未接来电啊！老大，饿死了，快来吃宵夜。等一下，我先回个电话。喂，老板，你来怎么不打声招呼就走了？哦，子豪啊，林轩他还在洗澡，有什么事情你待会儿再打过来吧。哦，好啊，那没事啊，你们好好休息啊，先这样了啊，拜拜。我呸！什么你们好好休息啊？这么烂的话我会讲得出口？都是你们啦！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个时候来。如果你们早一点来，我就不会错过林轩了嘛。不见下次也能见嘛，这么激动干嘛？就是，难道你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？老大，吃饭。你要我怎么吃？我都叫你好好休息了，你要我怎么吃？啊，不吃是吧？来来来，我们吃。哎，等一下，不是嘛？没有啤酒怎么吃啊？切。好。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男人。我今天必须要把你骂醒，你一点男人的骨气都没有。看什么呢？怎么还不睡觉？啊，就随便看点东西。对了，刚才子豪给你打电话了。哦，是吗？说什么了？也没什么，就是问你在干嘛。哎，他为什么叫你老板呢？这不就那样吗？一天到晚没个正经的。今天在电视台聊得还顺利吗？啊，没聊什么，就聊了一下下期节目的事儿。我这是怎么了？黄话张口就来。那你忙完了，先赶紧睡吧。我先去睡了啊，晚安。我和林轩为什么要这样下去？彼此欺骗着对方。我是不是真的像方伟森说的那样懦弱？或许我应该勇敢地面对伊曼，即便他是刺猬，拥抱他要弄得一身伤，我也应该勇敢地抱着他不放手，直到他重新接受我。哎，对了，我明天就要回法国了。怎么走得这么突然？是我父亲，他身体突然又有些问题。伯父的身体一向都挺好的，怎么会？是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年纪太大了吧。他也希望我能够多陪陪他。其实这回我要回法国，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你的病。我想我会尽可能去找最好的大夫，让他们给你治疗。维森，其实是不是因为我拒绝了你的求婚，所以你才要走？怎么会呢？你拒绝我都不是一次两次的，我早就习惯了。再说了，这回其实我还真明白了这个道理。
爱情这个东西还真是可遇不可求啊。我会尝试着努力去忘记你的，去寻找真正属于我的爱情。其实是我根本配不上你的爱。这么好的一个男人，就应该找一个很好、很爱你的女人在你身边，呵护你，疼爱你。我真的很希望你可以找到那份属于你自己的幸福，而我也很希望我们是永远最好的朋友。当然会的，一曼，你一定要学着去爱别人，多爱你身边的亲人，还有朋友，努力去忘掉那些不开心的事情，尽可能使你能快乐起来，好吗？你说的我都会记住的。谢谢你，韦斯。